聆听你声音，心中只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生命我心意，情百化成一首歌，淡淡忧伤给你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情爱处，一生紧紧跟随你。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只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生命我心意，情百化成一首歌，淡淡忧伤给你听。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情爱处，一生紧紧跟随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家长成长班呢，我又来代班了。我是丽珠，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把这个镜头打开哦。那待会跟我们的老师就可以有这个不一样的互动，然后让老师比较可以理解到说大家有没有听清楚，或者是有没有问题可以随时发问，或者是让我们可以做回应的这样子哈。好，那时间
OK，好，老师，我们图片还没有要用嘛，对不对？好好，老师的麦克风就可以开了，没有问题。那我们其他如果没有在讲话，我们麦克风可以保持关闭。那可是镜头打开，我觉得这个互动效果会不错，这样子哈。好，那我们要再一次的这个来欢迎我们今天家长成长班的这个讲员，是我们拉蒂什心理智商所的洪桃梅洪老师，我们掌声欢迎你。Hello，谢谢谢谢。那我们要赶快把时间交给老师，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好，丽珠，听得到吗？可以很清楚。算清楚了哈。好，嗯，就是应该2、3个礼拜前，然对后跟几个家长有这个问题的讨论，对，然后先讲一下那个我的心理的状态，就是好，跟几位家长交通了这些教养上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冲动性的决定。那冲动性的决定完之后，跟各位伙伴们、各位爸爸妈妈们，确实也有一个坦诚。冲动完之后，就觉得啊，我会不会太冲动了？就觉得也许在教养历程里面，其实有很多需要一起努力的空间，所以我就跟应验牧师说，好吧，我们明年来弄一个父母效能成长班，也许我哦，可以更完整的来介绍一下。是，在教养历程当中，可能爸爸妈妈可能要更多去理解孩子们的心理状态，还有我们大人的、我们个人的成长状态。这是嗯，我跟应验牧师有在，我主动跟他谈了这件事情，然后是，牧师也非常的积极，他更快，他把所有的那个大纲都抓出来了，我因为真的我曾经在多年前就是也被他邀请去帮父母上一些课程。是，那我只是想要透过这些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些概念或临床经验，帮助爸爸妈妈们在教养历程上面能不能就是不孤单，应该这样子讲，嗯，或是好说，OK，更有效能的在帮助大家在面对这些孩子的成长议题。啊，好好好，对，这是我说我冲动就做了一个决定，这样子哈，所以这对，是让爸爸妈妈们也可以有点预备，也许我们明年1月份开始，既然牧师已经也不放过我了，就是把所有的有一些课纲都拎出来，好，是。好，但谢谢老师，这所以个是个很好的决定啊，非常好的冲动的决定，感觉造福很多人这样子。好，然后丽珠，我问一下，有一些老爸爸妈妈有提问题吗？还是我就先他在有吗？那个讯息里面有一个问题，老师你看得到那个留言里面的吗？我今天用的是平板，你用平板，那我有很快的念一下哈。他说，老好，师之前有提到说，A 同学向 C 同学借笔给 B 同学用，那 B 同学把笔弄坏，哎，那一次好像是我在的，然后 C 同学就跟 B 同学说你要赔，但是 B 说又不是我借的，这件事情啦哈。那他说，老师说啊，这个问题老师就没有继续说下去的。那看老师说是现在回答，或者是结合我们今天的课程再做回应，都是可以这样。那目前留言讯息里面有这个回应。哦，OK，好，这个不知道是爸爸妈妈真的很厉害，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也就是嗯现在等于有 A、B、C 3个孩子嘛，哈。嗯，那这个 A 同学目前是一个代罪羔羊，简单这样讲，就是 B 没有经过 A 的同意就拿了 A 的笔，然后借给了那个 C，对，因为 C 跟 B 说，你有荧光笔可以借我吗？然对，后 B 就直接伸手到 A 的铅笔盒就拿了就给了 C 使用嗯，C 使用坏掉了之后就丢还给 A，确实是一个这个过程哈。嗯那我在跟这个他是国一的男生，我嗯，在跟这个孩子咨商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技巧给爸爸妈妈们有一点点的参考。当然，
这个也结合丽珠，我就是有一个这个，图也许你把这个图先秀上来好了。好，没就有问题。我也对我刚好也可以从这个图里面来讲，我们在跟孩子谈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帮我秀上来一下。有好，有哈，好，有看到了吗？有，我看到了。爸爸妈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其实这是一个交流分析学派里面叫做 PAC 哈。P 指的是父母 ，A 指的是成人 ，C 指的是儿童。这是一种自我状态，我们的心理的自我状态。那这个孩子来做咨商的时候呢，我先用成人的角度来重来一次。应该讲是说，因为我也很年长，我57岁了，对不对？我不是年轻小女生这样。看不出来。谢谢。就是我在先了解这个孩子在跟我陈述事件的过程的时候，我比较是一个够好就好的父母的状态。我听他讲，我不批判，我也不给意见，但我让这个孩子好像比较知道我很认真在倾听，让他感受到比较同理。所以我要他把人事地物时间都讲清楚。人就有 ABC 同学嘛，对，地就是发生在教室里面，那物就是那一支荧光笔，人事地时地物时，对，时间发生在下课时间，就类似这种状况。那我请他通通讲完了之后呢，我就会我这个 P， 我不急得到 A 成人来跟他分析，我先到 C 的状态，我 P 父母就是扮演完了之后，我就跑到 C 的位置，到 C 的位置做什么呢？先问他 A， 那你觉得 B， 就是我比较说，你觉得这个 B 在调皮起来的时候会怎么样？这个 C 在调皮，就是当你们比较都是儿童状态的时候，小孩子状态的时候，他们就是我要确认 A 他可不可以了解他的这个 B 同学跟 C 同学，他们在调皮捣蛋的时候 ，A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们这个状态情绪是在哪里，行为在哪里？所以我比较像是我去扮演那个 B， 或我去扮演那个 C， 跟我这个 A 个案呢，玩闹一下，玩一下。我也准备了一支笔，也简单准备了一个假装一个笔筒，因为我们的諮商是有笔筒，所以我就好像就是直接表演一下。我想要到 C 的位置，让他更熟悉。到底我们在调皮捣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的情绪？好，我都跟他厘清完了之后，我才调整到 A 成人的位置。在这个成人的位置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跟他聊。我也希望他提升他自己到 A 一个成人的位置。我开始跟他比较，在讲解分析 B 的状态在哪里，C 的状态在哪里。那通常我的諮商室里面会有一个白板，我会写出来，就我们刚刚在 C 位置的时候呢，A 同学认识到的 B 有哪些情绪，有哪些想法，我们会写下来。然后 C 有哪些行为，有哪些想法，然后我开始就会跟他一起讨论。那当 B 有这些行为、这些想法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做？C 有这些行为、有这些想法的，你可以怎么做？也就是说，简单这个过程里面，我在协助这个 就是这个 A 同学呢，我在协助他什么？他要有一个问题的分析能力，还有一个是责任归属，对，责任归属，也就是说，A、B、C 到底有扮演哪些责任？那我在通通问题分析能力整理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责任归属整理完了之后，我接下来就会问 A，那针对我们的讨论，你想要付出什么样的行动？针对 B 或 C， 那因为有涉及比较多的个案隐私，我当然就不说的太细节。那我要跟爸爸妈妈今天我就从这里来分享，就是说我想跟
线上的爸爸妈妈做一个就是 PAC 简单的一个分享，看看你们在家里可不可以操作，因为我认为这个在亲子效能里面，我认为它可以有一定的效能。我在咨商室里面，其实我都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不管是年纪多大来跟我咨商，因为有的不是每个，有的个案也会稍微小调皮一下，或是在咨商室里面很沉重，那如果那个沉重已经被我缓解了，有时候我也会幽默一下，幽默一下是小玩一下，我的自然儿童，我的会跑出来玩一下。那玩一下就是其实就想要带动这个比较低落的气氛跟情绪，它可以有一个上扬往上走的是。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亲子效能里面，如果爸爸妈妈在 PAC 这样的角色都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调整，我认为那个亲子关系里面会有更多的变化。所以我简单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PAC 可能有哪几种状态这个 P 呢，父母的部分，父母的自我状态可能有2种，一种叫做是适任，就是比较适任跟不适任，就是一个那我就讲OK 跟不 OK 好了，也许因为我口齿可能有时候会不清楚，不会很标准。OK， 好，就是 OK 跟不 OK 的状态好，所以分2种比较不 OK 的父母自我状态，很有可能已经延续了过去原生家庭成长背景里面被自己爸爸妈妈对待的那一套教养模式，然后比较没有转换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孩子的状态，所以很有可能有沿用的那个以前被对待的方式，对，被对待的方式，或是在社会化的历程过程里面也有受到一些伤害，所以可能不 OK 的状态会跑出来比较多。那不 OK 的状态跑出来比较多的时候，很有可能是用一个比较严厉、比较会挑剔，或是就是反正我就用这几个就好，就比较严厉啊，比较挑剔。在看那个C，就是假设我们是在 P，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 C， 我故意就画了一些五颜六色就把P 好像就比较有框架，然后这个 C 我就用一个比较菱形还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用一个比较不 OK 的P 父母在对待这个 C 小朋友这个 C 那这样子的，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用不 OK 的父母自我状态在对待我们的小朋友管教历程里面教养历程里面，我们这个孩子就会产生一个叫做适应儿童，适应性就是适合的适，应用的应，适应性儿童，可以，也就是对，就是说变成我们的孩子在回应权柄的时候，或回应环境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过度压抑，不太敢呈现真实的情感，那就会造成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也在消化吸收爸爸妈妈不 OK 的那个部分。所以当他在面对同学啊、老师啊，以后出社会在面对职场啊或是老板的时候，他就会用这种比较过度压抑、适应性儿童的自我状态在面对，好像那个儿童的自我状态就没办法长大到我们比较觉得，我等一下会讲那个 A 的部分所以那个不 OK 的父母状态，如果长期都是这样子在对待自己的孩子，孩子就会变成一个适应儿童的状态，就是要看父母脸色，这样对不对？对，可以这样，对，要不然就是要不然就只敢那个讨好，对不对？对，讨好型人格。对，然后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状态呢是可以调到 OK 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比较理性在处理孩子的问题、亲子关系，
不要在情绪上面处理孩子的问题跟亲子关系，就是只要用这2个简单的来自我提醒就好，不要在情绪上面处理孩子的问题跟亲子关系。是。那另外一种就是不 OK， 就是会非理性状态在处理这些问题嘛，所以我们如果都是可以不要在情绪上面，是一个比较理性在处理孩子的问题，我就声称这种是一个简单的叫OK 的父母自我状态。那如果你都是这样在带你的孩子呢，这个C叫孩子的C听得到对不对？可以，很清楚。 OK， 好，就是这个 C 就会叫做一个自由儿童、自然儿童自我状态。那这个自由儿童不是叫做任意妄为，不叫做就是会很难管教、无拘无束。我这边的自然儿童或是自由儿童，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会比较是个自律型的儿童。可以把自我管理他的情感会知道这个时候我可以出来自由的表现。那他会看状况说，这个时候要规矩要出来他知道要懂得出去，也懂得收回来。他的出跟收之间，出去跟收之间，他自己有一个调节，有个控制法。这个叫做比较是自然儿童、自由儿童的部分。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父母的这个自我状态很影响儿童的发展。所以我们爸爸妈妈们就是我们可以常常有一点自我觉察，我现在 OK 吗？我现在如果 OK， 那孩子出状况，我就可以用比较理性 OK 的方式来处理孩子。我现在如果不 OK 怎么办？对吧？这很重要。我现在如果不 OK， 我常讲一个叫做暂停 ，time up， 就是暂停，对不对？那暂停在做什么呢？用时间换取空间。如果时间比较多，你可以多给自己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这叫时间。用时间来换取什么空间呢？你就离开孩子的位置。离开孩子的位置呢，你可以走到房间，走到浴室，走到一个你可以喘口气，调整一下自己，来整理一下刚刚的情绪在哪里。所以如果是用时间换取这样的空间呢，你就是一个很 OK 的状态。等你把时间换取空间，你比较状况稳定了之后，再回来处理这个孩子的问题或亲子关系。那怎么样离开很重要哦，这个也在看你的父母自我状态 O 不 OK 哦。假设我要喊暂停，对不对？然后我就讲，对象叫小美好了，我是妈妈。小美，妈妈不要你了，你说我讲话你都不听，我走了。好受伤。对，这叫遗弃，你不要他。口语很重要哦。你就是不 OK 嘛，所以你就很生气，就是遗弃他，那你就走掉了。你这样走掉，小美会被你吓死。没错。对，都是我的错。小美在那里也不会安心。这是第一种不 OK 的，不可以这样。第二种是愤怒的离开。你去当别人的小孩好了这也是遗弃，这也是遗弃，就是说你这么不乖，惹我这么生气，我血压都要炸掉了，就类似这种愤怒的离开。愤怒的离开其实也不好。我刚刚讲的一种叫做遗弃的暂停，遗弃的离开那个空间。第二种叫愤怒的离开，这都伤害性很高。第三种是冷漠的离开。什么话都不讲，什么，然后板着一张脸，臭脸。然后孩子就过了几分钟，妈妈，你看妈妈就开始适应性儿童自我状态，讨好你，希望你不要再生气的，可是你都不理他，不要叫我，类似这种，类似这种所以如果是遗弃型的、愤怒型的、冷漠型的，我觉得都对孩子都是一种真的是一种伤害。对，你就是在不 OK。那什么叫做以时间换空间？你是 OK 的，就是你可以跟女儿这样讲，小美，当然不是这种口气啊，小美，妈妈要跟你说，
我也管不了你。嗯，那妈妈需要冷静，妈妈需要冷静。我需要那冷妈妈静。对妈妈，我需要冷静。妈妈去房间一下，5分钟、10分钟。小美，你可不可以自己也想一想，刚刚怎么了？等一下10分钟之后，妈妈再回来找你。是比较冷静、稳妥、有啊，理性的语理性言告知，对，是你就以时间换空间，你就离开跟孩子有冲突的那个场地，然后就离开，对不对？如果在亲子教养上面，在孩子的问题上面有时间、有空间，你都可以多一点练习。那多一点练习完了之后，我就想讲，就是我这个就成人对成人了。就回来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用一个成人对成人的态度跟孩子谈人，就是人事地物。刚刚我们2个不愉快的地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假设卡通，这个是比较大、比较小一点的哈，反正就是你叫不动他去做一件事情，对不对？对，洗澡也好啊，什么不看电视也好，不要玩手，对，好好赶快去写功课啊，什么刷牙呀，反正就是类似一件事，你就叫不动他，你就把人这件事情，比如不刷牙洗脸，不上床睡觉，这个人有影响多少？影响他的健康，影响妈妈也不能好好去休息，或是会吵到弟弟，反正就是这个人要多一点讨论。那事情当然是针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地点呢，就是他刷牙的地点，假设是要从哪里移到哪里，就是这地方的转换，对不对？然后是什么样的事情，卡到什么样的情绪？我的意思是说，你就可以像我刚刚跟那个 A 同学一样，在分析用成人跟对成人的这种自我状态 ，OK 的状态。那如果爸爸妈妈真的都可以这样子练习，爸爸妈妈，我跟你保证，你就是孩子最好的情绪教练。他将来碰到问题，碰到情绪问题，他也学会以时间换空间，先让自己有一个喘息、整理自我状态的那个机会。然后整理完了之后呢，他也有机会用成人比较。其实成人就是一个比较，叫做理性、平静、安稳，不推卸责任，不指责别人，还可以自我整理。他不会一味的想要把问题丢出去，把责任丢出去，好像撇得很干净，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今天就是就是想要跟你们讲这个 PAC 的部分啊，刚好有一个同学，一个家长问到上次我讲那个孩子的那个那个 ABC 同学，借笔，那对借笔，那其实我在諮商室里面，除了之前我跟你们分享的那个什么认知行为疗法，就是上次好久之前还记得吗？我有跟你们分享过这个，对不对？就是认知行为跟情感，然后就是反过来好久之前有过给这个，对不对？也是前也就几次，是说，对，不止这个，我也会跟孩子谈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爸爸妈妈你们会不会跟孩子坦诚你的状况，也需要孩子来同理。就是我们不要永远当那个强者，好像我们都不会出状况，我们都不会出问题。对，就是也要让孩子可以听到我们的状态。那我也跟爸爸妈妈有一个很小的分享，就是我在諮商室里面，我也不是永远那个很厉害、很强、很健康的人，不会。我不管任何什么的孩子，简单讲一个最简单，比如说爸爸妈妈可以看得到我的手是中间食指，就是这个中指是，对，它是受伤的，看得到吗？看得到，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有时候孩子就会观察到说，比如那个孩子被霸凌、被欺负得很严重，然后孩子就瞬间看到我的手指头，他会说：“老师，你的手指头怎么了？”类似这样，对不对？然后我就会跟他分享，我因为这根手指头被霸凌的有多严重。
然后孩子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洪老师也有被也被霸凌。欺负过。嗯我被霸凌最惨的就是，他们说我这个右手上面长了男生的小鸡鸡，哦，然后同学都不敢跟我靠近，说什么碰到我的手就会怀孕回生呐、就是在那成长历程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借由我个人的经历去跟孩子分享，嗯，老师也会有不 OK 的时候，是，但不 OK 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慢慢走回来那个 OK？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亲身经验里，我们大人的经验里面，怎么样跟孩子有人事、地物、时间、感受上面的分享，嗯然后那过程里面我们是怎么样走出来的？嗯多跟孩子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分享的时候，孩子也会，他其实是会进到他的大脑里面。也许嗯你马上听不到，但是有时候真的是你就会发现，每隔一段时间，也许他在跟别人讲，不见得在你面前讲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消化吸收你的经验、你的分享，然是，后他成为他的经验，他也去分享。所以我也想要所以就想跟爸爸妈妈讲说，偶尔你要记得你要当一下儿童，哦跟孩子玩在一起。跟孩子玩在一起呢，就是不要恼羞成怒，哦，对不对？对，我们有时候想说我们要跟孩子当孩子嘛，哈，所以我嗯们就玩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玩到最后，孩子就太疯了，对，就停不下来了。玩失然后控，对，我们就瞬间变成那个不 OK 的父母，太生气了。对，太生气了，就是从本来是自然儿童，两个都在玩得很嗯开心，嗯，太嗨了，孩子收不回来，结果我们就是，变成那个不 OK 的父母，孩子会被我们吓到。对，所以怎么样收尾呢？只要先跳到 A，嗯，假设那个孩子就是玩得太过度我们是，就要跳到 A，跟小美说，小美，回来，对，我们今天玩的差不多了，妈妈或爸爸下一次再跟你玩。小美就声音可以低沉一点，小美，我安们抚他今天是不是？对稍微哦，跟他说，现在啊，不能再玩了，不要从一个瞬间跳到严厉的父母，反而是要先到 A 的位置去跟他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只能玩到这里。因为很有可能在那个历程里面，孩子是，当然就是会很开心嘛，就收不了，嗯，我们就要回到 A，比较是我刚刚讲的不批评对，不批评，嗯，不好像自律，很严厉的对待嗯他，对，嗯用一个比较成熟跟理性嗯来让他也可以慢慢回来。那当然，如果假设这个小美还是你怎么用成人的方式，她都还是玩疯了，对不对？那你就可以用我刚刚讲，用时间换空间，你就要回到那个位置，就是是，好。那小美，你既然妈妈说现在不能再玩了，那妈妈要5分钟，妈妈先离开这里，你稍微想一下，你可不可嗯以怎么样让自己，我们刚玩的那个，下次我会再陪你玩。那我嗯们今天只能玩到这里，就是有时候 PAC 的转换里面也要多一点练习。嗯嗯嗯，那孩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会跟着我们转。我们如果在 P 的时候，他会到底是转到 A 还是转到小朋友有时候我们在跟孩子互动哦，他也会很会跟着我们的自我状态在对，转，会跟着转，因为他听我们的口气啊，嗯，看我们的眼神啊、态度啊，他也知道爸爸妈妈是不是快发飙了。对，所以孩子其实会随着我们的状态也在做一些调整。所以我常会说，孩子其实是比我们还聪明的，因为他们最聪明，能关注，对，因为他们关注的点只有很少。对，我先讲比较小一点的孩子的，嗯哦，嗯，那特别国中生也差不多还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大人关注的多嘛？我们若有工作，我们关注我们的工作，我们关注我们的，对不对？我们的孩子，还有如果有结婚，有娘家婆家，就很多很多的，对，那对孩子都会知道爸爸妈妈现在是在什么状态，因为他的眼睛就一直在看着爸爸妈妈。那讲最后一个，因为只剩下最后2分钟，就是对我来讲呢，不是只有小孩是适合这样子用。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大了，对不对？孩子已经大了，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利用 PAC 这样的技巧。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我还是回到那个比较严重，假设你的孩子是有拒学的问题。自我伤害的问题，或是甚至不出去工作的问题，网络成瘾的问题。那当然，对一个父母来讲，这已经成年了，或是更大了，对不对？不是让小孩可以拎着走，好像我说用时间换空间就很容易，没有对，难度会很高。那这个时候比较多的时候，其实。你的自我的状态一定要调得很好，你要常常觉得你自己是 OK 的状态，才去跟他们有点接触。你要是比较是成人的状态跟他接触，你要是比较自然儿童的时候跟他接触，也就是说，如果孩子是有网络成瘾，如果你可以比较是一个比较自然儿童的，就是也是走到他身边，说哥哥。妈妈可以在你旁边一下吗？哎，你在玩什么网络游戏啊？妈妈真的都不懂，对不对？也就是说，怎么样让用一个 PAC 都是比较在正面的部分，在跟这些自己的孩子互动，让他感受到你的爱跟温暖，还有接纳，那都是破冰的第一步。如果比较亲子关系比较僵化了。我时间已经到了。我常跟家长讲，不是孩子好你就好，要反过来。你要想的是我们好，我好，我的孩子才会好。我好，我的老公才会好。我好，我的老板才会好。所以，如果你的孩子的现在状况是超过你能控制的，那你只要想我好。我的孩子慢慢就会好，要有一个盼望在那里。OK， 好，我时间到了。好，谢谢老师，赶快下班休息。我要下班了，拜拜，拜拜。我收集问题再跟你说哈，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好，那我们其他的各位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应。那今天老师的这个主题叫做是冲动跟憧憬，对不对？那刚刚老师刚刚提到，当然是比较学童的问题。那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啊，我就想到这1-2个礼拜都一直在播报的这个新闻，那个社会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的那个一个高委员，然后被家暴的这个事情。这个很冲击耶，因为这么高学历的台大法律系的学生，怎么会被接受到这样的对待？而且他的背后有相当大的资源哈。那看这个男生这个人模人样，那我相信他们当初认识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子的接触。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议题来讲，那刚刚老师有讲到这个 P 是代表是成人，然后PAC 嘛，哈，还有这个对不起，父母、成人跟儿童，就是说，因为大家在分析这个社会事件的时候，都会要回到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去。我们明明给他很好的教育也给他很好的这个学历跟教养，那怎么会养成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刚刚老师讲的这些换位思考啊，我们想想，我们就可以常常去自入性的，比如说自己来做练习，那自我审查也好，然后跟孩子有不同的对话也好，这样子。好，那我要请问这个我们在线上的各位家长有没有特别要回应给老师的回馈，或者是你有问题想要提出的你可以直接打开麦克风来跟我们说，好不好？没有，好，怎么这么安静？
我的朋友有没有在上面？好，那老师今天这个冲击跟憧憬，那我想这个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啦，哈，一定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可以私下问吗？私下问的意思是想要怎么样问呢？你的意思是说写讯息给我们吗？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公共的平台，所以大家很多人哈、刚来的时候都会不开镜头。不开麦克风啊，我就听听就好了，这样子哈。那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可以不要讲的很实际的案例或者是实际的名字。那其实我们自己分享的东西都会给别人有不太一样的收获，这个是保护你自己的。那不是说你讲好像就是要把你的问题大拉拉的把它敞开。那我想资源是可以这样子共同运用的。那私下问的话，我有一点不太理解你的意思，这样子哈。那其他人也可以做回应，比如说，哎，你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哈？那之前好几年前，我记得这个木村拓哉应该大家认识嘛，这个日本的巨星，我就记得说，哎，他生小孩的时候啊，他就有特别跟媒体讲，我不跟我的小孩讲那个娃娃语，就是叠字的那一种这样子，他就是都把他当成一个成人的小孩，然后他就这样子教他。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的教养方式。那我想，哎，跟刚刚老师这个，你把他当小孩，可能他就是小孩；你把他当成人，那你再让他在什么样的位置，他就会有什么样的回应给你哈。那特别老师刚刚第一个是先讲到父母。我们是当 OK 的父母，还是当不 OK？但不 OK 不是指责，他的意思是说适任跟不适任这样子，不要在情绪当中解决任何的问题这样子。那我是今天听到这个，我觉得有很大的收获。那这礼拜在教会的小组，我有听到一个，也是在讲这个怒气，我们是在分享一个叫做迁怒。那什么叫做迁怒？就是他讲了一个叫踢猫效应，我讲给大家听听看哈。那你们也可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要回馈跟这个回应的。那踢猫效应呢？这个就是说有一个老板他骂了一个员工，哇，这个员工就被老板骂了，回家他就很生气，所以呢回家的时候看到他的太太。他就骂，他就开始去挑剔他啊，这个怎么玄关怎么脏成这样子啊？客厅也不整理一下，就把气出在他的老婆的身上。哇，这个老婆已经在家一整天了，那又一回来就被老公骂，那所以呢，他的一把火要去哪里了？看到他的小孩玩了5分钟回来，哇，这个夯不啷当走到门口就把他的书包扯下来，就给他推了一把。你平常都5点回来，为什么今天晚了5分钟？他就把气出在这个小孩的身上。这个小孩真的很闷，因为楼下的电梯有问题，所以我才晚5分钟上来。他也觉得很冤枉，可是呢，他又不知道往哪边去发泄，就往他家的狗跟猫去了。那去了的时候呢，踢了他的猫。你们知道猫被踢的时候会怎么样吗？它不会乖乖让你踢的，它会直接冲出去，所以就冲到路面上。有一台车看到猫冲出来了之后呢，就开歪了，歪了之后就往旁边撞，撞到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呢，就是最原本那个骂人的老板的小孩这样子。那这个事情我们讲到迁怒，那迁怒就是说，好像我们都觉得说这样子的怒气，这样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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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只会伤害到别人。那这个好像就是要讲说，这个所有的怒气，好像后来就都会发展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刚刚老师在刚开始的时候讲说，不要在怒气，或者是不要在这个你有盛怒的之下去决定任何事情，那当然更不要是去处理孩子的问题哈。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再继续的听。那下个礼拜老师还是会就这个主题，我们还有一个下集的。那我觉得各位如果既然花时间参加，其实我觉得是可以互相分享。那这个有这样子的互动型的分享呢，在学习还有在吸收上是会有很好的效果的这样子哈。那有一个人杨小姐她说，请问夫妻2人坐在车上遇车况不满，则情绪失控、言语暴力，
开车失控，每一次都会怎么办？我常常听到这样子的状况嘞，这是要请下礼拜老师回应你的，是不是？我会把问题留起来，这样子哈。我们都常说这个人好奇怪哦，走路的时候很正常，但是上了驾驶座就是另外一个人的这样子。那这样会怎么办呢？就换我开车啊，不要给他开车。但这种人好像很难放掉这个方向盘。那你遇到这样的状况，你有怎么样处理过吗？你要跟我们回应看看吗？这个杨小姐。如果是这个状况是，比如说是人家问你的，那你觉得说啊，我可以怎么样来回答他，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你可以试着回应看看这样子。我有朋友常常开车，是可能不至于暴力，可是就是会常常骂前面的车啊，或者是他就会很生气啊，乱按喇叭这样，就是上了驾驶座就马上变成很厉害的赛车手这样子哈。好，那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刚刚老师的这个表格的话，他是不是就会先暂停？老师刚刚有提到暂停，对不对？我觉得很长时候是副驾驶或者是后面的这个乘客也会让司机生气，你知道吗？我在开车的时候开好好的，那旁边的这个副驾驶就会说：“哎，这边要转弯了啊，这个要踩刹车了，这个要按喇叭了”，就会让这个驾驶有一个无名的火这样子发起来哈。我想暂停。可能是老师不知道会不会第一个回应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个问题把它留起来，这样子，那感觉就是常常会有一个暴力的摩擦哈。好，那请问，还有没有人有想到其他的可以回应的？所以夫妻两人这个应该都是成人嘛？谢谢你的那个问题跟提问。好，那刚刚有讲到这个私下问的话，你再想想看，你要怎么样私下跟我们连接还是什么的这样子可以把问题写在讯息的里面。OK，你有回应所以你用打字的，好，曾建议所以这个应该是你朋友告诉你的，同理对方技术不好，不用跟对方冲突。这个如果以本人是驾驶来讲的话，我就会对，好，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你可以回应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讲他说你有建议，他说要去同理对方的技术不好，不用跟对方冲突，是不是？就是你在开车，然后这个开车的人常常生气，那你是副驾，你就告诉他说：“哎呦，前面那个人开车很慢，就是他的技术不好，这样子不用跟他冲突，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那一般他听到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会好了，就算了这样，还是他听到会更不爽，更生气，会不会？就是因为理解了他的怒气嘛，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生的气是对的，他就会更生气。我好像也有遇过这样子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有怎么样要有技巧性的引导，然后跟回答这样子好，生气回应不要替对方讲话，所以是生气的回应，不要替就是跟我们车子发生冲突的那个车讲话这样子。OK， 我就会，对啊，可是这个开车的时候这个就是刚刚老师说，在盛怒的时候不要，我觉得在盛怒的时候不要去决定事情，因为你在怒气当中做的决定，可能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赶快让它过去就好了，就不要再一直多说话，可能会偏向暂停比较多。这个是我的答案啦因为车况太多了，你没有办法每一个去做一个回应这样，而且我们在行动当中其实是会有危险的。那我会把这个主权
交给这个驾驶的人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替他出主意，他可能一边要想着回应你，然后一边要想着怎么去开车这样子。哎，这开车的问题，我们真的常常碰到哎，这样子很好哦哈。好，那哎呦，这个是邱小姐，是 Sherry 吗？告知自己的担心，如果发生事故，自己会担心，也需要有赔偿，也会影响一整天的情绪。告知对方言语暴力，听到我的耳里，我的心里不舒服。哦，这个就是刚刚老师说的，这个是比较成人的部分，对不对？如果是以父母、成人跟小孩，你告知他说，哎，如果今天的状况是怎么样，这样子，你很具体的告诉他，你今天这样讲话让我不舒服，或者是让我担心，这样哦，也说过上述的内容是，所以应该你有尝试过很多的方式哈，有没有一两个比较有效，或是大家有没有曾经遇过这种开车的这样类型的个案，然后你有成功处理过的，下次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那因为什么我们会后面留这个时间让大家来回应？老师的时间就只有半个小时这样子，就6点半到7点半，他真的是在已经下班了，结束完了。然后他用这个时间，那我们就会希望这个半个时间留给他，所以呢，后面我们就来回馈，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资料是可以整理给我们的老师，那他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这边的家长大概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家里有什么样的孩子这样子哈。好，那我们有一位艾米许小姐要讲话是吗？那你可以打开麦克风好不好？你有举手是吗？有吗？还是我误会了？好，路怒症有这个症状哈？对，就反正就是上路了就会很生气这样子，有开车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狂人的那个感觉这样子。有些男生是开车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讲男生女生这样子哈。如果是用这样子一个形容，男生在开车的时候，你给他下指导棋，他可能会很生气。女生呢，女生在家里炒菜的时候，这个家就是我做主。如果你给我讲说这个应该要加盐，那个应该要加葱，可能你也会发怒这样子。好，许小姐，你要讲话吗？对啊，因为我好，觉得说，有的遇到那种老一辈的啊，就是他很欢啊，然后就是他会觉得说是你的问题啊，而且像我们小朋友如果读幼稚园，有的幼稚园是私人的地方，你跟家长还有那个路边擦撞，其实那都很难解决，你知道吗？哦，你是在回应刚刚那个开车的问题，对不对？对啊。哦，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告诉他，如果跟人家吵架之后，反而会更危险，更难解决问题，是吗？嗯，我不知道，因为我今天的我是后来上线的，我是觉得说，我是最主要是要问你，小朋友智商的问题啦。那哦，刚才上来就是他听到你说什么那个车祸，其实我想要分享我的那个就是车祸，然后跟人家互撞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说，现在的法律就好像没有保障人民的感觉。有啦，路权还是有被保障啦。如果大车撞人你还是车，错了，因为其实我觉得警察很奇怪哦，因为真像我之前接小朋友上下课，我出去，然后明明他违规他撞到我，然啊后他死不承认，而且那个啊，是老人家，你懂吗？是，对好，我啊，懂你的意思。而且我觉好，得说老人家真的是有问题，对，你应好，该要再去考照一下。谢谢你的回应，这样子哈。那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在讲那个车子的事情，因为车子还有这个法律要来判断了哈。那我们今天比较讲到是这个人际的冲突，可能比如说有这个家人跟小孩。那今天特别讲到那家人跟小孩，我可以反问你吗？
好，可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你，我会把你的问题带给老师，把它留起来哈。那你可以先说。问你哦，现在小朋友比较早熟嘛，他们是不是到了国小3年级、2年级，他们就有叛逆期了？叛逆期哦，叛逆期好像每个人的不一样哎，我看很多人也是年纪很大才叛逆。你说？而且跟公婆住，其实就是呃，公婆就是我举例好了，好，我有2个公婆，然后我要教育我的小孩子，然后是，小孩子就跑去我另外一个婆婆家，然啊，后我请求警方协助，他叫我去法院再讲怎么之类的，因是。为这是家事方面的问题。对，好，这个对，比较个案的问题这样子，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成长的共享班这样子吼，那我希望说大家如果你的那个声音有一点回音，对不对？好，就是大家如果提出来的问题的话，可以是比较是客观那型的。老师，我可以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吗？因为我只是时间有主持人，我不限，是老师，我先说好，你说。没关系。就是我的儿子已经就是，他会问爸爸，他完全就是说他不要这个妈妈了，然后呃，他会反而问我爸爸说，你什么时候跟妈妈离婚什么之类的。哦，这样子，对，然对后我要亲近这个小孩子，连冬天的衣服我都帮他买，他连穿都不穿。是。那我要怎么介入呢？听起来很无力这样子哈，是，对，好，这个我会请我们的干事把问题收集起来，这样，因为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刚刚有问到车祸的问题，然后呢又讲到这个家事的问题，那这个感觉是比较条例师，那老师他是比较专业的咨商师了，他可能就是可以就个案因为来其实不好意思啊，打岔，我都有打118185的教育协会去做咨询的部分。好，对，欢迎你在每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课程。那我相信，解决问题跟学习新的东西，这个是要去并进的，因为我们每天可能会遇到太多的这个现实的状况，这样。那很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而且你敞开你这个的问题，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哦，现在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那我们会把你的问题提给老师，然后看他是情况可以怎么样回应你这样子哈。好，那今天谢谢大家参加我们的今天家长成长班这个108课纲的冲击与什么，对不对？冲动与冲击，对不对？哦，冲击与憧憬，对对对，就是好像这个是你的理想，可是你好像面对的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回应，这样子哈。好，谢谢大家。那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问题想要提出，或者是你对今天老师分享的内容有想要有问题要提出要回应的都可以哦。哈，我们再给各位再给一位有没有需要再回应的这样子？刚明。所以我们这几次这样子，这个洪老师办的课程，大家应该都还吸收的不错。因为我有看到蛮多是认识的名字，就表示说，哎，你每次都有来这样子哈，那谢谢你准时收看。好哦，有人举手了，OCEAN 对不对？好，请你说，可以打开麦克风说，没问题。麦克风没有开哦。OCEA 哦，有一个建议信箱，好，有吗？你有要打开麦克风吗？没有，好，不好意思，有打开了。好，你说吧。哦，我只是要问一下，因为我连续3个星期六，就是这个时间，有的时候可能是在晚一点7:40，或是说8点钟的时候，想要进入这一个会议室，
可是每一次进入的时候都无法加入，都等蛮久了，所以我就放弃了。所以今天终于可以进来，我是想要问说，这个既然是免费的讲座，难道说有的时候因为上班或是其他因素，所以晚一点进来就不能进来了吗？应该是可以，只是可能管理员在忙，那他没有看到那个要选举。那我们再宣导一下，6点半开始讲座，那大概的时间就是1个小时左右啦。对，我知道啊，因为有的时候下班的时间回到家就是可能已经7点或是8点钟，一样是想要参与，虽然没有到前面，但是希望也能够让我们加入，因为这个是一个免费的讲座。8点钟结束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只剩下会议，可能只剩下半个小时，但是我依然就是很看重这个，就希望也能够让我们加入这样子。我会那个小编会在注意这样子。好，谢谢你，谢谢你。好，那今天的我们再宣导一次，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是108课纲的冲击与憧憬哈。那今天是上，那下礼拜还有一个下，那一样的就是我们在6点半的时候，会请黄老师开始讲座。那如果是我们主持的话，可能我会希望前半个小时是留给他有多一点的内容。或者是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在后面的时候，其实你前面听到老师的分享，你可以就你的状况回应。可是因为这个是个公开的，所以我会不建议大家，你可能讲的太具体的保护你自己这样子哈。那有些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以分享？那刚刚我觉得很多人很棒，你分享出来，其实有的人听到，我觉得就是蛮有收获。因为像我们在听老师上课的时候，其实案例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实质的帮助，这样子哈，它可能比这个公式还容易让我们可以了解你听的，然后跟他说的这样子。好，那我们如果没有人要再更多的回应的话，我就要把时间结束在这边。那下次的时间呢，我们在群组里面会公告。那这个是个公开的群组，那你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连结分享给你们的朋友，让有需要的人也可以听到这样子的讲座。那下礼拜的时间是6点半会准时开始，那你大概提早5分钟，你就可以开始来做这个上线的动作，这样子。好，那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拜拜，晚安。你就可以陆陆续续下线喽，哈，感谢。所以课程是已经结束了。没有开麦克风，听不到。对不起，我开了。我的意思说，我刚好看到你上来，你是几点上来？我们的老师是6点半到7点的时间。哦，所以这个课刚走半小时，我之前好像有听到8点多，不是？没有，他是我在讲6点半到7点半。那6点半到7点半个小时，前半个小时是老师会讲，那后半个小时就是我们会让大家回应这样子。哦，只是这样子而已。好，谢谢你。好，再见，晚安。怎么挂嘞？下面有一个很像电话的，你就把它挂掉就可以了。